兩位朋友咧已經喺我公司超過10年做嘢㗎啦，我見到兩位嚇，我哋支持我好耐㗎啦。2026年7月21號，我哋正式搬遷到全新辦公室啦。當日有超過70位親朋好友同客戶親臨現場，一齊見證我哋嘅重要里程碑。大家仲一齊撈起，祝願 YHB Shop 業務風生水起。現場除咗有精美小禮品同精彩嘅有獎遊戲，仲有產品體驗區，氣氛超級熱烈。非常感謝大家一路以來嘅支持。全新嘅環境，全新嘅開始，我哋會繼續提供優質嘅產品同服務。歡迎隨時嚟我哋尖沙咀新址。睇邊個中頭獎先？3、2、1。除咗靚之外，仲要啱，唔係啱嘴型，你都未同佢傾過偈，啱眼緣。唱咩？歡樂歡笑咧，你哋快啲多啲過嚟。呢3個都先得嚟，個個都算咩啊？青春、健康、未來。今日年紀仲靚咗喎，哇！我就帶咗個幾嚴重嘅病人，佢話佢跟咗4年嘅。我想講多少少咧，我好感恩。恭祝阿文醫師咧，希望咧及早咧幫助，即係出邊咧更多有需要嘅人。YHB Shop 青春健康。